甲骨释文第20集，圣杯再现。即马这几工，台湾人真熟悉画面。借这个机会，咱嘛来讲啥物是圣杯。讲圣杯进前，先来讲竹仔，甲竹仔破做一半叫卡，形容词读卡，动词读卡，着安尼写。竹仔破做一半，安尼的方向，鱼的这边向下，就讲是卡。杯仔安尼放好好，叫正卡；杯仔颠倒放，叫倒卡。甲竹仔敲开，变成一个卡。这字有一个特色，内虚外实也。人伫内面，将门关起来，叫做串，是实的；人伫外面呢，将门关起来，叫做卡，是虚的。需要上锁。批箱是毋是分上下？就是正卡、倒卡的组合，上下合起来就是一卡批箱。这字卡也会使用伫数词，这字就读卡。有上下缘的箱仔，计数单位就是卡。你想要知影教育部安怎写无？转来讲竹仔，一边叫卡，另一个方向呢就叫笑。中文讲的一样。台湾人爱跋杯，安尼的组合就是圣杯，无问题。安尼，阮爷爷讲是笑杯，反过来就是靠杯，是无？煞来，有人约着我要讲啥无？阮爷爷讲走音去啊啦。正边这是卡，所以正确是卡杯；倒边的方向是笑，所以正确爱讲笑杯，安尼写。所以这个组合，一个困摊笑，一个困摊卡，当然就是圣杯咯。恭喜林洋配出国比赛得到金牌。